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感谢主，伫去年的11月份代表台湾新学院来到请安了后，感谢小会的接纳，互我搁一届来甲上帝甲众人做伙来到教会来敬拜甲学乐。但拄仔咱看到飞扬协会的小朋友因会参与，互咱看见其实教会内底会当有真活泼的氛围。咱看见咱的小朋友，伊透过因真单纯咧排演的过程中间，我看见圣神伫因的生命咧做工。咱也感谢主，因透过跳舞、诗歌来学乐上帝。那安尼，囡仔因咧跳舞的过程中间，佮亲像光共款吸引咱来注意。那安尼，咱的生命敢有亲像但多遮的细囝咧跳舞的时阵，因勇敢来见证主耶稣迄款的光彩。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兴起发光分享的大声，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阮相信，当阮搁一摆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要搁一摆来亲近阮。愿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开阔阮的心灵，互阮会当伫你的话语进前，阮无搁带着家己的骄傲、家己的个性来到你的面前，独要来摆列家己所有的一切，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听充满伫阮的中间，也愿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底，互阮众人开阔阮的心来听主你的话。因为阮相信主你的话要成做阮生命的美牛，也要成做阮生命的根基，也要成做教会的快乐甲愿望。愿主耶稣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甲阮三角之地。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讲，到底今仔日以赛亚书60章讲到的兴起发光到底是啥物？要讲到光之前，绝对爱有啥物？有黑暗的可能啊！那安尼，啥物是黑暗啊？咱若是有机会有算过这个游戏目睭开开的时阵，当你的眼睛看袂到任何的物件的时阵，敢若亲像心内底会惊吓，看袂清楚，摸袂到，因为黑暗互人感觉未知的状况。黑暗会互咱的每一步一脚印，感觉爱真细腻来行。毋知咱敢有经过停电的时阵，伫迄个时阵，火发暗起来的时阵，真做黑暗的时阵，咱毋知心中会惊吓无？我想，咱拢真无意爱伫黑暗的中间，因为黑暗互咱无法度真实来看见。黑暗除了是目睭看袂到以外，其实有拄时黑暗，毋是干那伫物理上的看袂到，有可能黑暗也是形容一个无法度互光照到的迄面，有可能是社会的体制问题所造成的犯罪，比如讲不公不义，也是讲遮的政府的毁败，等等，也是咱生命中有侪有可能有黑暗的所在，有可能有怨妒，有可能有反背，有苦毒，有痛苦，有创伤，这个拢是人所无法度看见你生命内底的黑暗。简单来讲，黑暗除了是物理上的光线的欠缺以外，也包括人性、社会残面、各种负面、邪恶、犯罪迄面。所以兄弟姊妹，咱无法度否认黑暗伊真实的存在。不过，咱也来肯定啥物？光伊会当照光黑暗的所在。就当拄咱所讲的，当停电的时阵，咱头一个就爱找手电筒，头一个就是爱紧找蜡条，点起火，互咱所踮的环境内底会当有光来照。那安尼？若是迄个所在需要光，那安尼咱生命内底看袂到光的迄个黑暗，咱敢有需要有上帝的光来照光？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中间讲到，以色列其实伊结束被掠到巴比伦做奴隶的生活，伊要搁一摆转去到伊的故乡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愿望啊！终于
可以逃脱奴隶的生活啊。不过对因来讲，其实看起来因生活得到透放，脱离现实黑暗的问题。不过当因转去到因的故乡的时阵，却互因的心中搁一摆陷落伫黑暗内底啊！是安怎样？当即群以色列人认为讲，因转来到耶路撒冷，就会当搁一摆来复兴，搁亲像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愿望。不过，当因转去到故乡的时阵，看到的是啥物？现实啊！什么款的现实？耶路撒冷可能即个城墙有真多问题啊，圣殿互毁坏啊，搁陷落伫经济的困难内底啊，以及除了安尼以外，边仔的国家拢兴起真多因的对敌，随时要甲因攻打，这种种的威胁，真做因心中的黑暗。虽望一定倒来到耶路撒冷，不过现实成为他们心中的黑暗啊！搁一摆，互因的生命内底，心中存在这款无愿望、无希望的光景内底。不过，今仔日上帝伫以赛亚书讲到兴起发光，要讲到上帝对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应允是啥物？要搁一摆，互因对黑暗中间来发光。相反，这也是上帝今仔日要对咱的教会，咱这个世代的教会讲，教会也应该爱兴起发光。上帝无爱咱安怎冷淡啊？有拄时啊，咱个亲像耶路撒冷遮以色列人共款，看到现实的状况的时阵，感觉真冷淡啊，感觉想要退后啊，感觉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这个世界，敢若亲像真无愿望，亲像真黑暗共款。不过上帝今仔日要甲咱的教会讲，兴起发光，因为上帝的光要来照光伫咱的中间。今仔日经文开头就讲，上帝透过先知来呼吁，兴起发光。这个兴起内底带着什么命令啊？伊强调这个命令式啦，命令语气啦，也就是讲，虽望安怎？环境真无愿望，真黑暗，真无未来的状况。不过，当上帝的光来临的时阵，就算讲黑暗是真的。不过，上帝的光要互咱伫这个世代、咱的社区，搁一摆来兴起起来。对黑暗中间，教会要发出光。对你的生命内底，你的工课、你的家庭。你所踮的学校内底，也要发出上帝的光啊！以色列人伊面对的是真正真实，互因看到迄款无愿望的光景。不过以色列人要伫遮，互上帝来提醒，当上帝的光来的时阵，安怎？因的生命、因的国家，要搁一摆发出光啊！那恁兄弟姊妹。咱每一摆来教会聚会的时阵，咱敢有安尼的光景？咱来教会了后真感动，听到牧师的讲道了后，有侪的领受。不过当伊到厝内底的时阵，大回原形啊！因为安怎？咱面对的是咱生命的现实，咱犹原要面对着迄个真无可爱的人，咱犹原要面对着迄款真压力的工课。相款啊，咱的世界敢有踮伫黑暗内底？咱诚做基督徒，圣经教示咱爱去拯救失丧的灵魂，传扬福音，互侪人知影。不过，当咱详细来看的时阵，你会当发现讲，其实咱的世界改变了真紧啊！甚至安怎改变的速度是超过咱所想象的啊！无论是前几年的疫情，到最近国家的战争紧张的情势。敢若咱的世界有侪的无平安，敢若咱的世界有侪互人伤心的所在、惊吓的所在，有真侪不动荡不安的时阵，随时会发生啊！除了安尼以外，网络科技的发达，敢若亲像安怎抢夺人甲人互动之间的迄款的温度甲温暖啊！网络的发达 ，AI 智慧的兴起，互咱消息得到真紧。不过，
咱也有可能无真侪的时间去思考、去查证代志到底有正确无，咱就有可能安怎无细力就互这个世界牵去行。所以咱看到一个现象啊，侪假消息在造成这个教会，也是讲世界啊，侪甲像分两派啊。到底什么人是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往往咱若是无去查证，咱就有可能互这个世界改变咱的价值观。不过咱发现讲，其实圣经所教示的，往往拢安怎？甲咱的圣经世界是相不为道啦。圣经教示咱爱照上帝的话来行，伊要赏赐咱一个真理的道路较换命。不过，当咱看到这个世界的时阵，往往将人引起对世界的价值观内底，引诱去做世界的代志。对这个世代的教会来讲，这是真大的课题甲挑战。当人沉迷伫网络的世界的时阵，代表伊的心渐渐关起来。这是咱的卫福部甲健保署的统计啦，伫去年咱的青壮年啦，就是我这个30岁到45岁这个之间，真侪心内困扰，代表什么意思？咱这世代的青年，也是讲咱的社青，拢沉迷伫手机内底。也就是讲，咱有4个人的中间，就有1个人面对着心内健康的问题。自杀已经成做台湾前10名的死因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起这个世界，一定渐渐咧吞噬人的性命甲内心。那呢，教会会当做啥物？教会独当会当予伊的，就是主耶稣的平安甲喜乐啊。所以有多时咱感觉咱的世界，敢是有真侪的黑暗的势力伫咱的中间，咧影响、咧阻碍着教会，佮较进一步会当传福音。佮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看黑暗已经压陷大地，幽暗压陷万民啊！甚至有可能，伊也互咱的教会里传福音，伫事工顶面感觉真挫败，真侪挑战。有可能咱用尽一切的方式举办福音活动的时阵，咱犹原会感觉挫败甲挑战。久了后，有可能咱的教会已经袂记得是安怎样，咱要爱来传福音。虽讲黑暗一定掠陷全地，不过经文煞讲什么？耶和华要安怎显照光你啦？耶和华上帝的光要照光伫咱的性命的时阵，代表什么？虽讲咱面对着侪的黑暗，感觉真无望的时阵，伊命令咱教会爱对这款倒落去、爬袂起来的状况，伫挫败的内底，搁一摆爱兴起、徛起来。伊要命令咱的教会必须爱带出行动啊！咱的教会敢有带出行动？咱的教会敢是伫教会内底祈祷、求主兴起咱的教会以外，就无搁行动啊？敢若是停留伫感动那尔？敢若停留伫呼求上帝的同在那尔？毋是啊！当彼得要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阵，伊头一项代志爱做啥物？放落伊的希望啊！伊必须爱放落伊的性命来跟对耶稣。那呢？咱是教会，正做耶稣基督的肢体，咱无法度避免，咱有可能拄着世界侪的黑暗。不过，当咱愿意互上帝的光来光照的时阵，咱的性命就会安怎发光啊？当人咧逼迫、无平安、惊吓的时阵，透过你的一句话的关心，你的陪伴，你的带导，互因会当安怎？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咱对圣经领受话语，毋是干那要互伫咱的性命伫极难中间得到帮忙帮助那尔，也要成做你身躯边每一个人拄着你的时阵，就亲像拄着主耶稣基督共款啊。那呢，咱要搁一摆对今仔日的经文来审视咱的性命，敢有互这个环境的黑暗来压陷？还是咱愿意每一天拢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的光来照光我的性命，互上帝的光不断透过我的身躯，互我的性命会当成做别人的光。
所以经文讲到万国万民要来互这个光来吸引嘛。在黑暗的中间，特别若是有看过舞台剧要开始进前迄个投影灯拍起的时阵，迄观众就安怎看舞台顶看到底是啥要出来对无？所以所有的观众拢会将伊的眼光放伫这个舞台顶的时阵，相款当教会若成做这个世界的光的时阵，咱的社区敢会来教会？有需要的人敢会来教会寻求这个真光、这个真正的平安啊？经文讲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也要就你发现的光辉，这代表啥物？其实无同款国家、官位、社会地位的人，拢要互上帝的光来吸引嘛。所以咱毋是干那要对送向的人传福音尔，咱也要对侪无同款官位国家的人，拢有缘，拢要互上帝的荣耀来吸引嘛。兄弟姊妹，教会争大，毋是要靠你举办偌尔大、偌尔完美的活动，这也毋是咧否定讲咱教会办活动。上重要的是，咱教会敢有开时间祈祷求上帝的同在。咱敢有祈祷求他问上帝的心意？上帝，中文教会伫中文这个所在，你互阮的心意是啥物？阮会当为着这个社区做啥物？阮伫这间教会内底，你互阮的使命、意向、目标到底是啥物？若是咱的聚会、咱的礼拜、咱的福音的时间，无上帝的同在，佮亲像一个普通的聚会那尔。咱的每一年的意向，若是无祈祷，有可能会变成每一年的固定时间。固定时间了后，久就安怎？习惯啊，习惯就安怎？每一年照办，比照往年就好了。不过，咱的上帝是最心思的上帝啊！咱的世代咧改变、咧变化、咧更新，那安尼，咱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敢无需要更新？但当咱咧敬拜的时阵，有一条歌词叫做在基督里更新成为什么新造的人脱去旧人你更新一摆尔吗？不是原文是啥物？持续在基督里不是你洗礼一摆那尔啦，嘛不是讲你当时你受圣神感动了后，你迄届就大更新，根本无旧人啦，不是这句话意思是啥物？我们必须持续不断伫耶稣基督内底，互耶稣成做咱性命的救主兄弟姊妹，伫我的母会内底最近拄好我的牧师是陈牧师的青年王牧师感谢主，我的母会互我做的训练甲学习我的母会一开始要办这个社区关怀据点的时阵，其实咱拢无啥会晓，因为咱无经验，嘛无人会晓对政府遐申请遮的公文行政的遮的程序拢毋捌。不过，当咱开始，阮的母会开始要举办的时阵咱独独开始3个人、4个人开始祈祷问上帝因为这是政府敲电话问讲恁教会有要来做社区关怀据点无？因为隔壁的庙嘛爱做咱的教会就把握这个机会咱一开始对咱教会的少年团契，敢若10几个咱的长辈参加，到最后咱的教会50个长辈参加。伫短短半年的中间，增长遮尔侪人会长辈来参加社区关怀，而且安怎？毋是干那咱即个教会内底的村里的人来参加，是别村的、别里的拢来。咱真简单咧，甲问讲你是安怎样要来参加教会？你迄阵毋是家己有社区关怀吗？即个长辈甲咱讲我感觉教会的老师较有疼心。伊讲家己教会的老师，互因有做的疼。教会的人甲别人无共款，所以到最后，伫万东教会，你要参加社区关怀据点，你爱互补你爱登记啦所以咱看到的是啥物？教会会当互世界的是无共款的，因为教会会当互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平安。教会有疼，就会吸引人来到教会内底，独教会
会当成做上帝的代言人啊。伫第40讲到，你四围来观看，你的子民要聚集到你遮来，你的囝要对远转来，你的查某囝仔囡仔，互人抱会过来。这对伫黑暗中间的以色列人是极大的安慰，因为被掠的转来啊，失丧的也转来啊。兄弟姊妹，伫咱的教会内底有偌尔多人无伫教会，你的亲戚朋友，你原本甲你做伙大汉伫教会，而且好朋友，有偌多人无伫教会啊。不过，咱看到讲，上帝的光来临的时阵。遐失丧的灵魂，要搁一摆转来到上帝的家，破碎的关系，要搁一摆来被恢复；受伤的要得到医治，心灵困苦的要得到透放。当上帝的光照光的时阵，咱的教会要搁一摆，互上帝来恢复。上帝的光毋是干那要吸引人来参与啦尔，毋是。伊讲到的时阵啊，讲到这个。要来激动啦吼！不过这个原文是啥物？毋是跳动啦尔呢，毋是干那开阔啦尔呢，是敬畏啊！当上帝的光来临的时阵，会互咱的众人有敬畏上帝的心啦。兄弟姊妹，你有敬畏上帝无？兄弟姊妹，你有知影你所面对的是一个宇宙万美的独一上帝无？若是咱的性命失去敬畏上帝的性命，哪呢？咱有可能就一定离开上帝远远啊！当上帝的光来临的时阵，咱知上帝伫咱的中间。上帝的荣耀来临的时阵，咱就亲像一个卑微的人共款，拍败伫上帝的面前，因为咱的性命知影，耶和华掌管啊！耶和华是迄个。掌管宇宙万美的上帝啊！兄弟姊妹，其实黑暗并无可怕，上可怕的是啥物？当教会失去敬畏上帝迄款性命的时阵，也是讲教会停留伫这个因为外在的环境来停留、来受限制，也是已经习惯的时阵，就会失去异象啊，失去呼召啊。兄弟姊妹，当咱的性命无敬畏上帝的时阵，就安怎离开上帝啊？所以当上帝的光搁一摆来临的时阵，伊要搁一摆来点起咱心中对上帝的敬畏迄款的热情，咱生命中的祭坛敢悠远在倒啦？咱的教会的祭坛敢悠远向上帝献出芳芳的祭？求主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咱的教会，搁一摆被兴起、被呼召、被光照，搁一摆互中分教会伫这个所在发挥出影响咱，互咱的厝边隔壁知影，咱这个社区有一间教会，咱这间社区有一间真热心帮助人的教会，这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真有疼心，拢真有这个温暖，会当传达。这个上帝的听，互这个社会。最后一则讲到一个真大的异象啊！伊讲迄日啊，万民会因为这个光来归向上帝，而且安怎有骆驼会上对顶远远的所在来，有米甸、以法、示巴，这毋是敬拜耶和华的子民，要倒来将。这会珍贵的黄金、乳香带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代表讲，伊要对一个施丧者的身份啊，要加做啥物？一个敬拜者的身份，伊要对失丧的变成做一个敬拜的啊。因所带来的这用黄金跟乳香，毋是要来典佑偌尔大的财富，伊是要将这的礼物加做因的献祭。这毋是一个强迫的敬拜，为着是要啥物？传扬耶和华的名。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的光要搁一摆来光照伫咱的中间，伊要呼召咱成做这个世界的光甲盐啊！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伊呼召咱做光做盐，是要防止这个世界的朽烂以外，也要互咱的性命成做迄个调和者。什么叫调和者？
原本紧张的工课的氛围的中间，因为你的出现，人甲人的关系，敢若亲像变作温暖的，真有疼心。因为有你的所在，原本不公不义的代志，才做安怎？亲像盐共款，会当防止伊来休暖。最讲是啥物？互咱的日常生活活出基督的疼。兄弟姊妹，咱毋是伫教会内底活出基督的疼尔，是当咱离开教会以后，咱就开始回应上帝的疼，咱就受上帝的差遣，要来传福音嘛。所以最讲最严是要来回应咱对上帝的疼尔。咱的性命毋是干那咱的家族的信仰咧跟对上帝啊，毋是你的老爸老母咧跟对耶稣尔，也毋是你家己行家己的啊，是咱敢有确定，咱每一天拢尊主最大。最后要用耶稣基督伊勉励伊的门徒所讲的。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啊！咱敢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咱若是耶稣伊一定应允咱就亲像跟对这个光同款，咱就袂伫黑暗内底行，咱要得到生命的真光啊！那安尼？咱毋是干那咱一群人教会咧军队那尔，咱也爱安怎？因带咱的社区的人，咱一场的人，家族的人，互遐游玩伫黑暗中间的失丧者，需要教会你甲我做伙来加做因的光啊！上帝要搁一摆呼召咱，将眼光放伫因的身上。伊今仔日要对中phương教会讲，兴起发光。上帝要将一个新的事计划放伫咱的中间，不过前提是啥物？咱敢有愿意行起来？咱敢有愿意带出行动？无论你拄着偌尔侪的挫败、挑战、甲失望，今仔日上帝要甲咱讲，伊有权掌权，伊有权同在，伊要过一摆对中phương教会，对你甲我来讲，兴起发光。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的光，搁一摆来光照阮，互阮每一个人心中虽然有侪侪黑暗的所在，有可能是人所看袂到的，不过主耶和华，你感插阮的心，因为主，阮的心是你的祭坛，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心中的祭坛，互阮心中圣性所徛起的所在是无误会的所在。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互阮会当照主你的教示，互阮无瓦靠家己，独独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互阮无论去到倒位去，互阮因为阮的一句话、一个关心，互阮会当伫社会中间、伫学校内底、伫各所在，因为阮的付出、阮的付出，会当互众人对阮的生命中间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疼。主，阮感谢你，愿你的圣神的气力充满伫阮的内底。虽然阮有缘的挫败，有缘有侪侪的挑战，不过圣神你要成做阮的保惠师，要成做阮的提醒，要互阮伫各所在拄着挑战的时阵，提醒阮上帝有缘掌权，上帝有缘同在。主，愿中phương教会成做这个所在的光，照光每一个失丧黑暗的人，互每一个人会当透过中phương教会来亲近主你。主，我感谢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